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杨振勇老师雷派的平台艺术。对，杨振勇先生的艺术大家比较熟悉，许多观众讲的是诗呀，赋予诗酒气。你讲起来，你体现了一个字美。不论是山对湖山，包括小川也特别美。你讲过有一句名言，我记得蛮深的：士大夫川国，经过河山路得知小川，但是小川呢取得还有一个美的感觉不了听众，就是讲艺术的美，这个不能理解得深。同志啊，哎，提起杨振勇杨老师了，我觉着你这个演员喝了少个了，哎。整个平台角当中演员，你是顶顶于个性的人。对了，这个一点张正我不是忘了，我比你了解。你这真头嘛，当然晓得了。你看你台上向你耍个人物了，你才寻得到整个感觉去。你读这个技巧。对。所以不管你傅松、大明王、张生、高力士、杨贵妃、潘金莲。每个人物来分得十来四清，这个算是这个艺术的魅力。对。但是中国不人讲感觉还是有诗酒气。你晓得个诗酒气落得来，得你的爱好分不开。你欢喜昆曲，因此你吸收昆曲的养料，这种昆曲的表演方法，你的神色，才融入到自家诗里向。对个，我听见讲你包括麒麟院女珍妃的。对，经常往来个讨教。所以你的诗啊，特别细腻，特别生动，特别有魅力。对，两位老师啊，你平台呢，诗学代唱四个字，后来呢就增加一个意字。我看这个意字了，杨老师身上像是特别突出的。突出，一说这样说。对。你别看平台这个意字现在包进去啊，不容易的。是的。过去是诗学代唱。非要演的，演对不是实施，这个是八岁思想做光，但这个一代就是杨振勇、公把一代到你一代里向，包括张振武三呢，那么证明这个演字现在包进去了。这个实质上是从平台中发展的，实际上非常重要。而且实际上呢，非但有的听觉印象，还有视觉印象，是吧？哈。这个，我们先来欣赏一段杨振勇老师的几个片头，请大家来领略一下你的艺术魅力。好兄弟呀，可不可是干吧？从今朝起，我每天练了4次叫米郎等你好兄弟这，带你到狮子里去吃他3杯。好兄弟啊，哥哥，吃侬给，吃侬的，不要靠近，只要靠近地上你。风弓吹起，回来的民内为。接下本做教的上须风起相流通得山，你在家中，我总是开眼。悲情。
只要回来，今朝妹妹后日见，我待与你相吹，早日住家乡。却知我们为当子斗对，弟兄道理要我早分开。人口都对不当给我个好兄弟呀！你莫再不要把公车当公口啊！我此去只到两座远，你须履来归来一句好话家山，不够必好人理，你是老几？有个好兄弟呀！公公，那个据说了子路这鼻子哇，唉，为啥了样的个能跟到不得送服你？公公吧，好兄弟呀，并不是按风儿，朗朗滔滔，只为嫂嫂，因为是太荒唐，神迹。两亿金分天下百人来不来配到家去与不计家人啊，小妃累到你于是天雷大地沟荒怒不足心给月明是水尽了对是力竭尽一手爱唉这几个哥哥这是真上家谁上家谁啊刚吃弄出分量一个头忙到火炉里面一来复习后来有人痴心人一片美被不来啊哎呀呀呀呀风龙诸神能知道金杯相哎呀呀呀呀月日花艳你是月人来不来啊
自己碰干。下江山尽是真，一来心怀没看开我终日其啥也能给不过据李贵你受罪呀，是李最见与勇敢实现与大妃子实现用心神思可头贼风身之用笔画红日家之用见心碎去妙中。两位老师啊，你大家晓得个杨振勇老师酷爱艺术，对，你就是讲一年代要一年时间就做了这个平台艺术里向，那么尤其从歌舞地方要特别深远，是吧？所以你说这个上升的啦，哪个不是哪是个呀？上升的当中，我听你讲过，写上升的个辰光，这些辰光只有小学水平啊，但是你克服了交关困难，随时跑图书馆翻了大量的资料，读史书，读这个古典诗文一套，真不容易啊！这倒的确，那个上升的，我是听过不少次了。那可里啊，以唐明皇刘王载风度王气，以李涛班呢。有帅气，士气，以杨贵妃是调的嘞，是小说那衣服够力，不是还是装风车比那还要调的。以这个高丽的也是写给他来讲，一把梳子旁几回喊一铃，王郎旁一声，一副奴才气，这个几样气不能全部在掌握了。对对。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杨振勇老师个上身的片段。这杨娘啊，万岁一忙碌碌上阵前了，今日里在新宫兵谋出家本人忍着迷
悄悄，水昏昏，好像是非。万岁爷是一国之君，天下之主，天下大事都要万岁爷一个人操劳，那可就受不了了。因此，万岁爷这几天头昏呐，这脑胀呐，这耳病呐，这眼花呐，就有病着。这就是大爷想啊，季玉病，后不但能西宫养病要来啊？啥来不了？这干嘛不来嘛？这有个意思的。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痒痒痒的。哈！当时公羊鞭炮风家飞老燕子让万岁爷哪该观众朋友大家晓得，西厢记呢是杨振勇老师的代表作。对，搿辰光那个部西厢记在上海是真正，哎呀，轰动啊！真的就很西上西上说的，王阳当出名就是这个唱在了另一种点门啊。过去里面唱过，就是我做西厢记，烧个点的叫杨玉店。对。玉店嘛，大家晓得，就是那个姑娘先就要出来唱的。你介绍那个玉店旁火人公个洋炮个玉店，哎呀，特别好听。那个特点就是讲从人物出发，唱这个情绪的这个人。在男人可贵，你这个养育的了分男性的是女性。对。下面呢就请观众朋友欣赏杨老师的《南记》。仙子吹出嚟，
新街里吹出来，水果上一人四米十重南门。我就看见新街上背背滴滴滴滴背背，我这泪痕是每日分别。你讲声写个封信，我虽然发立了在身边，但是我看见这张信纸，我想象得出你写信是哪个真正写的。一定是挥泪成诗，一字一泪撇迹那下本我个家，那因为带队啊，逢诗上文写字，上文我也不叫上文，我叫隐隐咯，不是下本我干，不是下本我拿送到我流浪呢。哦，明白了。帮我给哦，哎，我叫阴阴呀，阴阴呢，上头个阴，下头个阴，身上的文字，所以叫上文。上文在即阴阴也。张生啊，聪明。晓得这封信四百中大落了别人手里，坚持到我有关我一生名字，那么当啥一个名字上文啊？英英考我从今日以上文四句，所以这封信啊，写信的人聪明啊，看信的人还聪明。那李教文，李教是这写信的人聪明啊，看信的人笨啊。上文那个无法对的台湾女子，我那过十万再看我去哟。人生
我个婚。有啥个办法呢？父母之命嘛，两位老师啊，我觉着杨老师在会稽当中这个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你每位的掌声，辣看英英这封情书的辰光，可以说是一字一彩，一字一品，一字一口。对，看得出这个掌声的人，实际上一个师徒队。有道理的。我认为，讲起这位诗，我印象深。哪啦？我到不上去了。到回去听西洛市长。他个辰光，随时听着搿位会稽，我看到眼头，说平台实际美了，实际好听啊！你搿个非但是唱诗，你个一招一式、一举一动，侪是非常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用的手指啦特别考究，各种各样的手指还是吹不同。啥个角色用啥个手指，哪行个环境我得用罗里把手指。我记得会稽当中还拿手指。就是搿把手指，我看眼头个的。你搿把手指谁都侪勿用个，分一开来个，只不过做而已。但是读搿封信，读到英英小姐这里，但愿思想他一开来是我看到眼头个字，洒金的手眉当中大红的毛带，搿个漂亮的是后头个观众一看，哇！张生啊，据说搿把手指有虽然不难拿得起，你还在我身上我拿得起。你非好。我跟你说呀，你不仅仅体现一个美呀，你搿些辰光一开来是表达个掌声个内心啊。广西呀，好实力有道理，自信气质。所以讲，你运用手指还来烘托一种掌声的什么形象？可怕！就像先知，来 PK 啊，大林港的可怕！哎呀，谁呀对子？对，哎呀，是的，那母人吧。我们得把这个滚吧，叫滚蛋吧，把个文化得着吧。现在你看在，哎呀，妻子，对，我又好得了，方才有一种想法，还有个小后嘛，小混蛋两人，你哪想得出？才女啊，晓得出这种事噶？那么一个说个对了，是等待个待。看不起吧？再看。待月待月，哎呀，待月，大发让摸人喽！一个字一个字口啊，是在有味道啊！这里再是一个字一个字口啊，都让在养这个重口味。上去这口子呀，中国在哪一边讲？待月。C 香香待月香香呀！你看那些叫母，你母得这个牙齿个呢，什么西香的月亮？哦，是那母，因为我娘来去过礼拜。假使读书人别拿不肯就拿这个磨到太阳下去，月亮出来，所以待月了耍个西厢了的。PK 啊！
呀，一个是口是不有米的，再翻出来，那有谁一个是口，年风后不开。这口是发出心脏病来的，人不正常了还。再讲你非要这个，你浪的。那不心想一个是口子，砰啪，不天，花音动，一日有钱，二两推着。你说看叶子，上面是不懂说看。你说是啊，耶，一共20个字，口头19个。为啥上面一个？这个味道不说得口子，不说得口子呢？也香，也酱，也菜，待月手向下，人风好不开，不像花影动，你是若真毛病是蛮凶的孩子。这现在不吃了老师呀，乖，你不要难过啊！你不觉得对我来啊？来，这些不来呢？有点来，我不相信，不信试开，不信试开，待月是想想人风好不开，不天花影动，你是有人哈哈，来！可以到时你们胖出去了，也成不落里称的了。这可几个掌声了，希望你哈哒像白毛子个啊，要不和老发火之噻。要这努力呀，小哥，小哥，小哥，我家小姐骂你什么？呸！你上了小贼的当了什么呢？这不是骂呀，不是骂是什么？是一岁是呀，一岁是啊！哎呀，一旦是百于行，国家行事吧。你把始终之意记上我天来哈，我记于你天来，告诉给我听。来月生相下，啥意思？就是你家小子呀，有小生身经之日，欲让生相，要为个荣光。第二句，人风红不开，这句啥意思？就是你家小子，死去了闭门。现在这样对的。第三句，这样花影动，啥意思？就是您小生在分享边这么绿江沟去。第四句，女子有人来，这句啥大事？就是小生来了，那么现在上当，待人你为什么要贫富红不开？小姐你还我不像花影动，你为什么要捉弄一日有生来觉着杨老师啦，那个把手指上文章做的蛮多的。我记得你就讲不同的诗、不同的人物，就不同的出场、不同的表演。是啊。你辣辣演西门庆的辰光啊，你一出场，搿把手指分落了手里个。我看你出场插了个上山个。经理的流氓腔呀！一个个乱气的出来的。唯一趟我看你各位是表演掌声，你拿把手指拿个上山一亮，漂亮，哎，潇洒得不得了。这是还有一趟了。扶送杀手的辰光，一碰到雨说来烫，光好辰光拿把手指烫后头过来，头发砰劈下来一篓，他这个表示扶送也是后来也是一种。愤怒，看上去漂亮啊！
每个当中个人充足。所以讲杨振勇呢是这个意是真是考据，一大绝对的，真的考据。节目一片。青丝仔细看，他安如引起神威风，即使听不说好弟兄，怎么是傻帽英勇气不懂？一个儿为人否，一个儿四处一个儿刚强后，一个儿本是公。你们后真相是亲弟兄，说是单单切切之内子。若日临风气给红，世间下雨的海音涌，大浪是鸡胸刀背容易吹，阿不偶言我两个不到被人能之下被人封。奴才是做啥个也真是挂不了，这真是万福吹落了鸳鸯风，老酒气上头这风公，怒喊恨那怒恨杀责人长大后，都送我终身恨中，他把我比家将浑身热，是因为心太凶，害得我一上呼吸真闭神空，
个头人的老实害我。唉，再一想，别去想你了。是一阵子，莫一阵子，假期在即，假酒在酒，那很有啥个用场呢？今朝考机器，说是第一次旁队哦，我最美口里肉身抬起，说点东西的，当时我让冬夜里咯，几着天地良心啊，我欢迎啊来不及。我男人没分高上，这个说是该上的，想得给他们。叔叔，嫂嫂，叔叔来。千尊，不想人间事。当后列举公，为民是黑真好黑，不生真是。一门城，啪啪，是，哈哈！看见你好，刚才是谁做头落去当通知你？总的讲你发脾气，哎，就说为何不发脾气而对着自家的脑壳？哈哈，不虚此言啊！哎呀，这几生活为的是看样子好。彼得分吃着口头，我刚上到地头，好看个妙哇！女儿，理想是教授。下功夫是女人，早是龙子金无义，分明于日也把我累。
风雨，我要年华人才把金能推。西门庆呐，西门庆人，王家官法能保庇你西门庆，按风和这去。刚到，少不了你西门庆。英雄，我去呀恨好是真去鬼神花非是水里把夫人杀不了西门，非和让你死什么言说成什么强西门庆呐，哪怕你东剑铁骨，按风儿这去刚刀，也有斩阵夺骨，要把你一刀刀击血，方成先退之恨的。安定的军队，随着这样大梦后，西门庆呐，难道你西门的本领比梦后强？莫非要你两位老师啊，杨振勇老师除出知识、思想、上升的之外，还会是其他事呢？有扶手，对对，位于苗金屋。那么张正武啊，跟你也晓得。我阿晓得了，不是毛兰子。哦，我到杨振勇苗金屋评过的，不是上篇，是一位这子诗。我们这里还做蛮多个，上官出身啊，立后记。那么这个就是苗金梦里讲揭发上一头你得看你掌声啊，是个漂亮啊，对老乡，你以前我就从邋遢角色来了，你没法咁呢，没电视要你看，教学，好不是？就说绑队之赛17月，哪位的17个你遇到你个喽？他们却只相逢冬子是不成一个儿嫁的机会来，一个儿真的真挚成
不是真水辈子进去都是不成神都不变了，开不出去呀！神光发变噶，这种光阴不钟表，专门掌握时间的叫阴阳股，干部一个。变大老爷，怎么说？时光不早，50时2刻。好，还有1棵树也开刀，只为来插他一刀头落地，我200两磨地针，到谁知高枕富裕开心啊！哼！不过团长官接触劳动眼睛忙带我的一口福袋，真叫高让里深山人海，打得这东一路外邦人，谁上一马肚人，扎扎张张，结结滚滚，不然得着谁要是真叫风声不大的。阿为在雨地上，望到我的一口个银石像蠢蠢欲动，不过只有一项到底。我真叫马棚欧巴公兵，假使爱惜的雨地上，只要一道命令下去，我得呀冲出来龙多大为若将了，对啊，没有戏的哩。把摩得冲出来，大为鸟将来了，专门是中东跑偏跑。要买快来买，不买要去了。啥人金鸡牛凤凰公小대王，水里的大包，肚里像红字的老子的包个一包一包，什么东西呀？哎呦，什么东西？我要。而且那是高腰性，给人里讲的难，而且的摩得冲锋个啥不，叭一回给人塞开了，那么磨个不对脚头，一门的而且当喷嚏，巴拉达塞鬼的，要买啊，不买要走了。马啥不是啊？买药啊？哎，马啥个药？买个早药。哦，这真的呀。你定定会是吧？那真是个定会是啊，等一下，俺是跟了这个了，喝酒啊？不是啊，我说那个割枣啊，我们北方叫割枣，你们南方叫挑色。哦，挑色，地区头们挑色说的错卡，你要喷的呀，你要注意要挑。是呀，这种是害人的么子。我那个药灵的不得了。啊，灵的，割枣药就是专注挑色。这是什么灵啊？不大灵吧？怎么不灵呢？啊。不买不知道，一买就知道，知道不知道，自有天知道。那是国家送空的，为什么？大语气，上大的也不干嘛？价钱不贵，三个老钱买一包。没结棍的，你买的少啊，不便宜，买的多就便宜嘛。买2包6块钱，啊，3包9块钱，4包10。来，现在是去省去3个东西1包，我买1包试试看。啊，你试试看哈。那别，没，还有仿单，什么叫仿单？是名师，是难用的。怎么用？哎，仿单是没有。哎，我来唱给你听。这说给你听吧。我们北方人没有这唱的，我们都要唱的。干嘛也懂的啊？不要你钱。我奉送的。来唱，挺好。哎，你买了我那个药拿到家里去。这个调的没好听了，为咋个的嘞？啊，马子那个家罗大屋里，哪里都是他管啊？中国罗大屋里不记得龙浪都出来给我的。你买了我那个药拿到家里去，拿一个大花碗，泡1碗营养水。哪叫营养水？喝水是阳水，进水是阴水。哦，我是大正师。你把我那个药放在碗里头，把那个营养水那么搅和了。哎呦，我懂了。调不知哪。你到了晚上不要睡觉。我为只要困觉了嘛，那个药，那林中就非要困觉。你一天不睡觉啊？你把那个挑色弄完了，你10天8天131世不睡觉不行，你可以吗？这就没的要发生。哎，别，去过你奶奶。你到了晚上，再买一根大蜡烛。哎呀，这活到小时看不出，总要3斤重一根大蜡烛。我靠，3吃都不会吃，3个东西1包要一根蜡烛要3斤的啊！小看不出啊，你把它点起来，到了晚上，3步10问3杠把针子吊起来，把皮头削开来，你眼睁大了，你看得清楚，那个挑色，啪跳出来，你不要慌，不要忙，2个指头把它抓住了，在蜡烛火旁边那么一照，把它那个嘴扒开来，把我那个药灌下去，一起就死了。我说的这要4个人，这样说的。
我做老子电视不会卡杀你呀！不卫生，哎呀，不会，只把开那个超难不发叫你。你吃了3包不老掉，你来好的，对不起啊，我不理。哎，何老师啊，我记得10年门前，大概是1996年吧，是杨振英来是艺术生涯60周年。对过。杨振勇呢是个辰光去生病子。你一起才参加过你。对。伤人演出。是个。好像还非常轰动啊！轰动。搿辰光，杨振勇呢是因为生慢病的原因呢，不能够在那台上向自家对演出。对。么是演出蛮感动人的。对。观众啊相当感动。所以呢，搿种掌声呢，不仅仅是拍那2句闲话好了，是心里向感动，这个样子来为了台上搿能演出了，哇，所以搿掌声热烈。哈，我们再有呢，就请观众朋友来欣赏搿个一场演出《西国争宠》。他呀，非自然。陛下，臣立小别从容，你跟着生啊生，可吃泪目谁？莫当寡人心疼，为了你，从不听力不安。这相思之味恐怖看，虽然两贼不见，哎呀，你给的我好苦啊！朝思暮想，生死黄昏，哎呀，伤够了相思之味，想得寡人好苦啊！骗我，你来骗我！骗你何来？既非骗我，好不伤我。哎呀，非自然。既非若让你亦非迷。为何不杀？路上震动，此是非。分了身，发誓真掉。好，今朝节目呢就大概到结束了，请观众朋友们再继续欣赏我们这个经典妙韵社，再会。